血夜鎮魂曲第11章混沌血戰。艾斯特緊握銀劍，跟隨莉莉絲、卡爾文與其他阿拉斯托爾獵人迅速離開秘密據點。地底傳來的轟鳴聲愈發清晰，仿佛無數爪牙在黑暗中蠢蠢欲動。法蘭克緊跟在他身旁，手中的手槍散發着微弱的震顫，臉上滿是緊張與擔憂。莉莉絲的機械義肢發出急速的警報，他低聲咒罵：該死！斯圖列特的爪牙比預期來得快。他轉身對眾人下令：準備戰鬥，保護艾斯特，絕不能讓他落入敵手。一行人衝出堡壘，來到廢棄工業區的地面。月光被厚重的烏雲遮蔽，血月的紅光只剩一絲微弱的餘暉。快天亮了，遠處黑暗中亮起無數猩紅的眼睛，像是點點鬼火在夜色中閃爍。他們來了，一名獵人低敲，手中十字弓已上膛，銀色箭矢蓄勢待發。突然一陣狂風席捲而來，伴隨着低沉的笑聲。一道高大的身影從黑暗中緩緩走出，古斯塔夫·斯圖列特的長子，家族的高階吸血鬼。他的金髮在風中微微飄揚，蒼白的臉上帶着一抹傲慢的笑意，閃爍猩紅的雙眼鎖定艾斯特，冷道：小女孩，你的血絕對會是個誘人的獎賞。古斯塔夫的聲音低沉而充滿誘惑，他輕輕舔了舔嘴角，露出尖銳的獠牙，道：交出你的血，我們或許會饒你一命。在他身旁，一名身材曼妙的女子緩步走出，正是莫伊拉·斯圖列特家族的另一名高階吸血鬼。他的黑色皮衣緊貼曲線，紅唇如血，眼中閃爍着致命的魅惑。他手中握着一條燃燒着暗紅火焰的長鞭，輕輕甩動，地面被灼出焦黑的痕跡。古斯塔夫，別跟他們浪費時間。莫伊拉的聲音帶着一絲不耐，卻又充滿誘惑。血使者已經準備好了，讓我們把這場遊戲結束吧。話音未落，血使者的身影從黑暗中浮現，黑色西服下的肌肉鼓脹，雙手十指化為巨大的利爪，散發着濃重的血腥氣息。他的褐色瞳孔中閃爍着狂熱的光芒，仿佛已經迫不及待要撕碎一切。阿拉斯托爾的戰士們，準備迎接斯圖列特的憤怒吧！血使者咆哮，黑色旋風從他身周爆發，化為無數利刃，席捲整個戰場。戰鬥一瞬間爆發，莉莉絲猛地舉起機械義肢，義肢表面符文閃耀，釋放出一道熾烈的白焰屏障，勉強擋住血使者的旋風。其他阿拉斯托爾獵人迅速散開，銀色十字弓射出孤有聖水的箭矢，箭頭在空中畫出致命的弧線，直逼古斯塔夫與莫伊拉。艾斯特感覺體內的血清再次沸騰，肩胛骨的骨刺微微顫動，蒼白刺翼展開，幫助他在戰場上靈活移動。他的左眼劇痛，視野被血紅籠罩，但血使者的動作在他眼中變得異常清晰與緩慢。他舉起銀劍，劍鋒與空氣摩擦，燃起一抹銀白色火焰，與一名衝來的吸血鬼集兵交鋒。劍鋒劃破對方的胸膛，吸血鬼發出淒厲的慘叫。接着艾斯特改變劍刺軌跡，一去一回，迅猛地將那隻吸血鬼身首分家。但更多的吸血鬼從黑暗中湧出，數量遠超預期。法蘭克開槍射擊，手槍射出的純銀子彈擊倒幾名敵人，但他很快被一名吸血鬼的利爪擊中，踉蹌倒地。法蘭克·艾斯特大喊，翅翼一震，衝到他身旁，銀劍橫掃，將襲來的吸血鬼逼退。莉莉絲與古斯塔夫正面交鋒，他的符文長劍與古斯塔夫的利爪碰撞，火花四濺。
古斯塔夫的速度快得驚人，每一擊都帶着毀滅性的力量。莉莉絲的機械意志勉強支撐，發出刺耳的過載聲。莫伊拉則以長鞭攻擊其他獵人，暗紅火焰在戰場上肆虐，一名獵人躲避不及，被長鞭捲住，整個人瞬間化為焦炭。他的笑聲在戰場上回盪，充滿嘲弄。你們這些凡人真是可憐的螻蟻。血使者的黑色旋風愈發狂暴，將一名獵人直接撕成碎片，鮮血濺滿地面。他的目光鎖定艾斯特，低吼道：那女孩是我的。艾斯特咬緊牙關，血清的能量在他體內翻湧，刺翼猛地煽動，將他帶到半空。他揮動銀劍，一道銀白色火焰化為弧光，朝血使者斬去。血使者舉起利爪，硬生生擋下這一擊，但劍鋒在他手臂上留下一道焦黑的傷痕。有點本事，血使者咆哮，黑色旋風化為巨網，試圖將艾斯特籠罩。就在這時，卡爾文從戰場邊緣迎出一枚符文炸彈，炸彈爆炸，釋放出刺眼的白光與聖水武器，短暫削弱了吸血鬼們的力量。莉莉絲趁機大喊：艾斯特、法蘭克，撤退，我們擋不住他們。艾斯特一把拉起法蘭克，刺翼煽動，帶着他在混亂中疾衝出戰場。其他獵人試圖掩護，但古斯塔夫與莫伊拉的攻勢太過兇猛，又有2名獵人倒下，鮮血染紅了地面。血使者的怒吼響徹夜空，黑色旋風追逐着艾斯特與法蘭克，但莉莉絲與卡爾文聯手釋放出一道符文炸彈，爆射出的聖水武器與銀屑粉末像化作一道結界，勉強阻擋了他的攻勢。艾斯特與法蘭克跌跌撞撞地又從地面走到地底，他們衝進一條廢棄的地鐵隧道，黑暗的路軌在他們腳下延伸，空氣中彌漫着霉味與血腥氣息。在黑暗中，他們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只知道要不停向前逃跑，絕不能夠回頭。最終，他們回到了他們隱蔽的藏身之處，一間隱藏在隧道旁的廢棄工程人員起居室。牆壁掛着各式各樣的刀劍與槍械兵器和工具。兩人再次平安回到家，均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。法蘭克喘着粗氣，靠在牆上檢查自己的傷口。幸好只是皮外傷，但他的臉色蒼白，眼中滿是驚魂未定。該死！我們差點就沒命了。艾斯特癱坐在地上，刺液緩緩收攏，沒入皮膚，彷彿從未出現一樣。同時，左眼的劇痛讓他幾乎無法思考。他緊握衣服下的項鏈，鹹尾蛇圖案在黑暗中閃爍住微光。盧卡斯死了，獵人死了，我們還能相信誰？法蘭克沉默片刻，然後低聲道：我們只能相信自己了，艾斯特。你聽到莉莉絲和卡爾文說的話，你體內的血清是關鍵，你必須控制它，否則我們都完了。艾斯特閉上眼睛，腦海中的低語再次響起：鑰匙已啟，牢籠將破。他感到自己的意識在人類與野性之間撕裂，血清的力量讓他既強大又脆弱。遠處隧道的黑暗深處傳來低沉的咆哮，彷彿吸血鬼們的追蹤尚未結束。艾斯特睜開眼睛，左眼的金光愈發明亮，他站起身，握緊銀劍。我們不能停下。他低聲道，聲音中帶着一絲決然：我要找到父母留下的秘密，我要終結這場詛咒。
法蘭克點頭，拿起手槍，勉強擠出一絲笑容。那我們準備一下吧，艾斯特。無論前面是什麼，我們一起面對。兩人對視一眼，然後轉身，各自在牆上取出自己的武器，補充自己的彈藥。在一陣沉重的寂靜過後，法蘭克猛然轉身，雙手緊抓住艾斯特的肩膀。他的指尖微微顫抖，仿佛承載着千言萬語，卻無從訴說。兩人四目相對，艾斯特的琥珀色眼眸在昏暗的燭光下閃爍，藏着一絲難以觸摸的憂傷；而法蘭克的眼中則燃燒着某種近乎瘋狂的執着。艾斯特，刀劍利器救不了你。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，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決心。道：你需要的是新鮮的血液。話音未落，他從腰間抽出一柄小刀，刀刃在燭光下閃過一抹寒光。他毫不猶豫地在左手手臂上輕輕一劃，鮮紅的血液瞬間湧出，沿着他粗壯的手臂蜿蜒而下，滴落在石板地上，發出細微的滴答聲。艾斯特瞳孔一縮，目光鎖定那緩緩流淌的血流。他本能地捉住法蘭克的左手，手指冰涼卻異常有力。他的呼吸變得急促，仿佛被某種原始的渴望驅使，毫無思索地握緊他的手腕，將口湊近傷口，接住那溫熱的鮮血。血腥味在他舌尖綻開，甜美而致命，喚醒了他深埋的飢渴。他的眼眸閃過一抹猩紅，卻又迅速被一絲痛苦取代。法蘭克凝視着他，臉色因失血而愈發蒼白，卻帶着一絲滿足的笑意。突然，他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雙腿幾乎無法支撐。他踉蹌一步，猛地伸手將艾斯特拉入懷中，緊緊抱住他，仿佛他是他唯一的救贖。他低頭將自己的咽喉湊近他的唇邊，低聲呢喃，聲音帶着懇求與絕望：艾斯特，將我變成吸血鬼吧，讓我永遠陪住你，幫你分擔這一切。艾斯特愣住了。法蘭克的體溫隔着薄衫滲入他的皮膚，混雜着汗水與他獨有的清冽氣息，像松木與雨後泥土的芬芳，撩撥着他的感官。他閉上眼，腦海中閃過無數片段。他們狩獵時，他站在晨霧中的身影，手持狙擊槍，笑容燦爛如陽光。他們並肩作戰時，他在遠方支援他。還有那些寧靜的夜晚，他輕聲為他哼唱悅耳的歌謠，試圖撫平他內心的詛咒之痛。一股渾願襲來，他幾乎無法自抑，伸出舌頭輕輕舔過法蘭克的頸項。他感覺到他的脈搏在他唇尖下劇烈跳動，誘惑着他最深的渴望。然而，僅僅一瞬，他猛然驚醒，理智與冷水般消滅了他的衝動。他用力推開法蘭克，聲音顫抖卻堅定：永不，這詛咒的痛苦，我絕不會讓你也承受。法蘭克，你已經為我受了太多傷，背了太多罪。他的雙拳緊握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滲出絲絲血跡。他的臉頰泛起不自然的紅暈，低垂的眼簾掩蓋住眼底的掙扎與心痛。他想起自己被詛咒的那一夜，無邊的黑暗吞噬他的靈魂，永遠對血液的飢渴與孤獨如影隨形，變成晚間出沒的怪物。他怎能讓法蘭克也墮入這無盡的深淵？法蘭克的身子一軟，仿佛全身的力氣都被抽乾。他緩緩滑坐在地，背靠着冰冷的石牆，眼中閃過一抹深深的失落。他的嘴角勉強扯出一絲苦笑，喃喃道：又是這樣，我早該知道。
他低頭看着自己仍在滲血的手臂，腦海中浮現過往的無數次嘗試。每一次，他都以為自己能說服他；每一次，他都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他。他記不起這是第幾次失敗，但每一次的痛都如刀割般清晰。沉默籠罩了兩人，只有遠處的風聲在漆黑隧道中低吟。艾斯特終於抬起頭，目光複雜地凝視着法蘭克。他緩緩走近，蜷下身，輕輕握住他受傷的手臂，用一塊布條小心包紮。他低聲道：對不起，但我寧願獨自承受這一切，也不願看你失去你的人性。法蘭克抬起眼，勉強笑了笑，卻掩不住眼底的疲憊，道：艾斯特，你知道的，我從沒怕過失去什麼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艾斯特的心猛地一縮，卻只能咬緊唇，轉過身，讓黑暗掩蓋他眼中的淚光。同時，在黑暗的隧道深處，獸哮聲逐漸逼近。第12章待續。